童軍跳瀑布，2米水冚頭攞命。睇住坐咗，俾個位行啦，大佬。17歲嘅葉漢傑好鍾意戶外活動，最想做生態導賞員。尋日佢同3男1女都係做童軍嘅朋友，去到西貢嘅明幽瀑布。呢度佢嚟過一次，但細估唔到10米高嘅瀑布，水潭只得2米深。跟住佢哋嘅朋友見到佢好痛咁樣，可惜水太濁，揾佢唔到。最弊連電話都收唔到，要跑咗半個鐘上山至報到警。阿傑個半鐘之後，由直升機送到東區醫院，搶救後不治。讀緊大廈維修嘅阿傑，屋佢淨係得佢1粒仔。佢小學開始做童軍，朋友都話佢好乖，好肯幫人。呢次係連續2日，有後生仔喺山澗玩，搞出人命。